藝人楊善瑤同埋吳卓羲等最近擔任咗內地節目《藝員身份2025》嘅導師，響最新一集入邊仲請嚟咗好朋友黃宗澤助陣，而且仲有久未露面嘅萬綺雯，佢以紅色斗篷上陣，一雙長腿依然咁殺食啊！而喺節目直播期間，佢哋向網民大派福利，即場連線好朋友馬國明，原來佢亦都正喺度直播帶貨。而馬明嘅即場叫楊善瑤、吳卓羲同埋黃宗澤幫忙落單添，點知啊楊善瑤即場爆肚問佢：你日做緊直播啊？而家你賣緊咩啊？奇咩？我哋賣緊我而家你啱啱有，我們在賣護膚寶，要不要給老婆帶一點？怎麼男生全走啦？你老婆要不要護膚寶？你問他吧。直播講呢啲場面真係搞笑又尷尬啊！其後佢哋仲叫馬國明同觀眾送禮物，而馬明就笑住咁話可以派利是，但係要落單買嘢先至可以用得。而喺節目上面，黃宗澤亦都發揮搞笑嘅本色，突然清潔工上身，幫手拖地清理現場嘅紙碎，仲啱埋吳卓羲一齊跳舞，表現相當之賣力啊！